滇市北区中老里活动中心的工程配合会当动土，其实是相当的无简单。上大问题也是要找到适合的土地，所以经过立委协调加中央的支持，才顺利地东风路边高道边圆满开工。而且是除了活动中心，也各有长期照顾据点的4层楼空间。一方面，我们有这个卫生局的长照的机构哈，一方面也有我们民政局的活动中心，2个地方在一起哈，所以说真的成就2件好事。够提供这一块国有土地来跟市政府这边合作，将来呢，我们就能够提供给这个里呢有一个长照的一个据点。我想这是大家所需要，也是所期待的。该工程伫老底甲中严的医设过后，预计伫112年完工。完工以后，将提供日间照顾、居家服务甲夜间的喘息等多元服务，并成为社区交流合作的重要据点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